起火自是山火所焰，七佛地舍三佛是有缘，三佛人天高佛、释迦牟尼佛、弥勒尊佛，人天高佛青阳记，梵陀会、释迦牟尼佛、昂扬记、灵山会、弥勒尊佛、白羊记、龙华胜会、龙华会。不知道网址哎，好像复制连接这里，点按。看到这个画面好像乱码，但是可以下载，下载后开启以后是正常的。点按右上方3个点，点了以后复制连接，点按复制连接也可以下载的。你要网址的就点按复制连接。有下载过了，下载点按这个下载，有没有看到？下载在这里。你看下载那么多次了呢，这个都是下载，也可以，是要打勾啊，是要滑那个画面，没有先退出来，滑画面也会变成画线。点按这个下载，点按下载进去，有没有看到？都列在上面了。这个都是啊，不是，第4个那个是活学字典哦，活学词典的有中文，然后加英文，还有加梵文呢。活学词典有中文、英文，还有加上梵文呢。就在这里，有没有看到64代的？下载成功，还可以把网址先贴在便条，小米手机哦，网址贴在便条，有没有？这个是云端硬碟 ，Drive 硬碟点 Google.com 后面，这个是谷歌里面的云端硬碟 ，Drive 硬碟。山火收眼，12生肖研究呢。按右上方3打勾，然后再按左边
箭头，推出去，你看这个字是很大的，点按进去可以看，但是有超连接，但是没有办法像那个 YouTube 频道社群，YouTube 频道社群贴文，YouTube 频道社群贴文，先按右下方媒体库，右上按右上方频道有没有？这个是频道的标签的，徽章呢？徽章就是一个新经的铜盘，有中文跟韩文的，然后点按社群，哦。诶，点按社群进去贴了，先选你的频道，进入以后向左推，这个超连结的项目向左推，有没有看到社群？播放清单的右边，社群按进去。网络有什么好资源？影片网址或者分享在这里，你要注意看那个游标最后是不是紧贴的那个字多了一个空白，也会造成失效连接，无法连接。大家试试看，点按蓝色，点按蓝色的超连接，看看能不能连得通。哦，对了，按这个画面就对了。这个画面，然后按有没有看到那个下载的那个图，一个箭头向下那个，点按那个来下载。右上方也可以吗？有没有看到？上方也可以有一个箭头向下，有没有？这是下载，也可以在网页、电脑版网站，也可以翻译哦。可以在浏览器中开启，可以翻译耶，可以翻译多少个字啊？就这样啊。